再来是高雄市长韩国瑜，昨日拜六规工拢伫桃园咧做事，隔工随回到高雄，暗时甲陆战队的校友做伙来食饭，现场干杯、啉酒助兴，气氛原来真好。也毋过啉完酒无偌久，高雄市府马上就发通知，讲市长拜一早起的公开的行程取消。这就互议员讲话讲甲真咸咯，讲就是昨暝啉酒醉，早起爬袂起来，警惕韩国瑜根本就是假日选举，平日休困。结果人韩市长早起也是照常来上班，破除这的酸言酸语。中华民国万岁！大家攀杯贺万岁，大嘴啉酒真欢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陆战队校友餐会，嘛批评中央政府。台湾不应该过得这么贫穷，台湾不应该这么窝囊。暗时啉完酒，毋知是毋酒量无好，惊爬袂起来。过灯工一透早9点半公开肯定，先取消起来，引来另营议员的批评。我觉得韩市长真的是假日兼差一条龙，然后平日上班一条虫。高雄市民给他有薪假，让他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他却不休息，跑去兼差选总统，结果却荒废了他应该表现的市政工作，真的太对不起高雄市民。取消行程，外界不断的质疑，市长韩国瑜马上现身市府澄清。那行政是连续，市长、副市长、秘书长之间互相的轮流代理来出席，这都是非常正常。拼市政，搁要拼总统选战，两项身份真是有够无用。即摆伊的一举一动拢被外界提放大镜检视，两项拢要做甲好，无遐尼简单。